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日继续审查代替公司化草案，知影党立委批评这交通部也是无甲工会沟通，嘛这期安全改革伫咧公司化进程就会当做的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工会版本甲行政院版本是差不多相同，不过要进行的速度却是无啥相像，也讲到看过工会版本了后会另外做调整。 代替公司化争议也搁咧继续，代替企业工会日半暝发出一份公开批评交通部长王国材，敢若要达成任务，无听入代替员工的心声，互人无法度相信。王国材日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公司化条例进程接受采访，表示工会甲交通部的想法同款，只是步调无相同。他们需要慢慢的来谈。那我是觉得安全这个课题，一直有一个 压力让我希望说公司要赶快做。昨天开了信，他们对安全对于服务，事实上他们想法跟我都是一致的。王国材表示，有甲行政院版本的草案甲工会版本做对照，有按算一寡调整的方案。不过审查会议并无顺利，在野立委针对交通部无甲工会沟通甲安全的问题提出批评。基层沟通没有完成之前， 我们希望主席、希望召委能够审慎。如果说没有公司化就没有这个绝对安全，那这样子台铁局现在就可以关门啦。那也没有人敢保证公司化之后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意外。落尾草案23条条文有7条无通过审查，保留送交议会讨论，其中包括短期债务处理、资产的处理、员工福利待遇等等，拢是甲工会上有争议的部分。 另外一方面，代替工会按算5月初1劳动节发动的卖加班行动，可能影响高城车帮。交通部嘛提出高铁、客运等等疏运方法，会伫2日正式公布。有高铁、有国道客运、公路客运的加班，没有的部分开列火车。什么叫列火车？就是游览车当做火车来走。我那个车就在每一个车站 当做我的停靠点。立委批评以客运运输会造成一般的道路大塞车。王国材表示，目前会使保证民众一定有车通坐，交通状况是另外考虑的议题。但是代替工会是态度强硬，嘛放声未来5日节、中秋节、双十等等嘛袂配合加班，对官方的草案表达抗议。记者郭君郑派文台北报道。